最近咧，美國總統侵侵終於唔 tackle 啊，做咗一件佢選舉嗰陣應承嘅事，就係公開愛潑斯坦唔係不明飛行物體檔案。無獨有偶咧，香港一套拍咗 N 年嘅電影啊，再見 UFO 啊，今年繼攞獎後終於上畫。咁兩件事情有乜關係呢？日日睇鬚子，有文化有 taste 啊！咁喺繼續講落去之前咧，先請大家訂閱我個頻道，多謝支持啊！長期以嚟咧，各國嘅政府，尤其係美國，就對 UFO 採取否認同埋污名化嘅政策，將目擊者貼上幻想或者精神不穩嘅標籤啊，就以維護國家安全同埋對空域掌控嘅權威感啊！咁侵侵咧就將解密 UFO 作為2024年選舉嘅承諾之一，咁藉此建立透明政府嘅形象啊！咁 UFO 嘅議題咧喺美國以至全球咧有着廣大嘅受眾啊，從 hardcore 科學家到陰謀論者，咁呢個係一個能夠跨越傳統黨派邊界嘅議題啊！咁美國政府咧喺2026年5月8號就正式啟動咗 Pursuit 計劃，即係總統對不明異常現象遭遇之解密與報告系統。咁第一波釋出嘅內容咧，就包括大概160幾份文件，檔案嘅來源啊，不僅限於國防部，仲涵蓋咗 FBI、NASA、國務院及能源部嘅記錄，時間跨度咧就從1940年代至今。美國政府亦都承諾將會持續發布更多未曾面世嘅資料。舉個例啊，咁檔案之中咧描述咗一個出現喺2023年9月嘅案例，一位具備軍事背景嘅目擊者就偵測到一個紅橙色嘅圓形發光體，咁外形咧就極似魔戒裏面嘅索倫之眼喎。咁喺空中懸浮咗5至10秒之後就憑空消失咗啦。關於呢批資料咧，政府嘅官方態度係叫民眾自行判斷啊。侵侵喺社交媒體上面表示，過去政府喺透明度上面係失敗嘅。咁而家提供呢啲檔案咧，係為咗讓公眾自己決定發生咗咩事啊。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官方強調咧，呢啲案例咧目前仍被歸類為未解決，即係政府目前係冇辦法以現有嘅科學或者軍事技術作出解釋。部分科學家同埋前政府調查官員咧就話，雖然資料公開係好事，但係目前冇直接證據證明呢現象係違反物理定律或者屬於外星科技啊。咁專家咧就建議啊，公眾喺解讀呢啲文件嘅時候咧，應該保持客觀，就避免過分解讀模糊嘅影像。政府點解會華麗轉身啊？由秘密分析走向公開呢？其實多多少少咧反映出政府已經無法掩蓋日益精確嘅民間觀測數據啊！呢批文件嘅爆炸性咧，不在於佢證實咗外星人，而係在於佢正式終止咗 UFO 係妄想嘅時代。政府承認有啲我哋唔知係乜嘅嘢喺空中。再次證明啦，侵侵團隊識啲嘢嘅，知道有乜課題最能夠牽動人心。等我鬚子詳細解釋一下 UFO 背後嘅文化現象啦。借用一下今年得獎電影再見 UFO。電影入面有3個主角，佢哋80年代喺香港華富邨長大。有一晚就見到一個非常龐大，甚至比公屋更大嘅不明物體逼近華富邨天台。根據都市傳說呢件事真係發生過嘅，咁就俾咗靈感導演編劇。講翻電影入面3個小朋友啦，咁佢哋期待 UFO 同埋外星人呢，就幫到佢哋解決身邊嘅難題死結。人類點解對外星人有住近乎宗教嘅期待呢？其實往往反映咗對現實處境嘅無力感啊！喺戰爭、混亂或者平庸嘅生活裏面呢，
我哋要期待一個更高維度嘅文明降臨，就好似神蹟一樣解決人類冇辦法解決嘅問題啊，例如資源枯竭啊、政治紛爭啊、不治之症啊。而另一方面咧，人類有一種宇宙孤兒嘅恐懼感啊，尋找外星人本質上咧係尋找我們不孤單嘅證據，以及對人類文明命運嘅某種安撫啦。嗱，點解咁耐都未揾到外星人呢？嗱，我想提供一個角度啊，有一個講法係能夠形成地球咁嘅環境，就造成蛋白質 DNA 以至地球式嘅生物咧，總機率係低到不得了啊！嗱，首先咧就不能夠太靠近銀河系中心嘅黑洞啊，輻射太強，亦都唔能夠太遠喎，因為重嘅元素就不足。咁必須係好似太陽呢種長壽而且穩定嘅行星，又必須有水係能以液態存在，嗱，必須有好似木星咁樣嘅大型行星擋住外來小行星，同埋咧一粒夠大嘅衛星啊，就例如我哋嘅月球咧就穩定嘅自轉軸。嗱，其實咧從無機物去到氨基酸，再去到自我複製嘅 RNA、DNA 咧。啲每一步喺實驗室裏面都極難復現嘅。不過咁，即使形成地球生命嘅機率係10⁻15次方先算啦，但係喺擁有數千億粒行星嘅銀河系以及數千億個星系嘅宇宙之中，統計學上咧必然係會出現另一個地球嘅。咁目前科學家係靠乜去揾呢啲類地行星嘅呢？嗱，人類科技啊，目前能夠跨越光年係靠光譜去分析某啲物質存在與否啊。NASA 同埋國際天文學界最關注設備上面最優先尋找嘅氣體就包括氧氣啊。嗱，地球上幾乎所有嘅氧氣都係來自光合作用嘅。臭氧啦，佢係氧氣存在嘅放大器。即使氧氣嘅濃度較低咧，臭氧嘅光譜特徵亦都非常明顯。咁係一個好好嘅間接指標嚟嘅。含有氧氣嘅大氣之中咧，甲烷係會迅速被氧化。如果兩者同時存在嘅咧，就係生命代謝最強力嘅證據啦。仲有水蒸氣，嗱，嚴格嚟講咧，水係一種環境指標啊，就唔係直接嘅生物特徵。但係佢係已知所有生化反應嘅溶劑啊。咁 NASA 咧亦會睇甲烷啦，同埋二氧化碳嘅比例。如果一顆行星有大量甲烷，但係缺乏一氧化碳，又擁有適量嘅二氧化碳，咁就暗示該環境可能存在將氫同埋二氧化碳轉化為甲烷嘅微生物，就排除咗呢個二氧化碳咧，純粹係嚟自火山啊！嗱，雖然二氧化碳唔係生命特徵啊，金星、火星滿地都係，但係佢係碳循環嘅核心。嗱，講咗咁耐啊，有冇發覺咧揾緊嘅似乎都係以碳為基礎嘅生物呢？嗱，咁係因為碳基生物係我哋唯一已知嘅生命形式。就唔係話外星生命一定係咁，而係因為咧呢個係最經濟嘅搜尋方式啊！我哋至少知道喺呢個條件下，生命係有可能存在。嗱，其實外星生命啦，可能完全係同咁嘅 DNA 啊、蛋白質冇關嘅。如果定義為能夠局部降低熵值，實現自我複製嘅開放系統咧，咁佢完全係可以存在喺極端高壓嘅液體金屬氫入面。又或者喺絕對零度附近嘅超流體之中運行啊！咁呢一個可能咧就係以矽為基礎啦。嗱，熟悉元素週期表嘅大家咧就應該知道矽 silicon 啦，喺週期表就係喺碳嘅下方啊，同樣具備4個價電子。咁雖然咧喺地球環境之下咧，矽鏈係好唔穩定嘅，但係喺極高壓或者低溫嘅環境之下咧，佢係可能形成極其複雜嘅生命結構嘅喎。生命咧甚至可能以電磁波咁樣存在啦。香港科幻作家元祖倪匡先生一早就喺小説提過類似嘅諗法啊。再見 UFO 電影入面最後一場發生喺2003年愚人節。如果我話咧哥哥可能轉化為電磁波式嘅生命存在，有冇人會信呢？反正我信了啊。今日母親節，咁祝各位母親快樂啊！一陣我就會播我媽嘅 video 嚟睇下啦。多謝捧場，下集再見。